来继续来看这个侯友宜继续来冲刺，尤其甲重点放伫咧相对较弱的中南部。今仔日是伫咧云林走车队扫街拜票，云林县长张丽仙亲身来替伊助选。过去表态，挺郭台铭的前县长张英美下晡嘛出面来迎接着侯友宜。也毋过，南投县的议长何胜峰也是真坚持，讲伊袂帮忙徛台，嘛袂转去国民党。侯友宜是来回应讲，伊会团结所有心要互政党轮替好朋友。总统候选人侯友宜。连续2天出车队扫过云林县长亲身助选侯友宜，全力要拼中南部的选情。不过过去小听郭台铭的派系，国民党高打也是扣袂着着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伫侯友宜正式参选的头一天，虽宣布退党的南投议长何胜峰，就算讲小听的国党已经退选，伊嘛表示袂阁转来国民党，甚至是斗徛台。我出来选举，到即摆我拢是要团结咱所有要政党轮替的所有好朋友，所以我相信国民党的立委一定会过半。除了内部因素，即马阁有外部纠纷。选前1个月，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人走去中国，互民进党是骂甲臭头。既然是我们自己的同胞，都是我们自己的台商，那我们去关心，没想到真的民进党只有一句话了：不抹红不会选。民进党已经在传出来要面对侯康配当选的事实。民进党卖阁抹红，国民党阁靠来不分区的专业组队开始陆战，到各地做政策宣传。投票前，我都已经排满北、中、南以及东部的行程。民进党过去8年，让我们台湾的出生率稳坐世界倒数第1。有口罩、快筛、鸡蛋这么多的问题，中国国民党国会过半，我们才有办法把这些资料曝光。一件一件的把它查出来，专员拢到位，总教练带头，准备面对最后的选战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颖彤。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